150K，快点！给他动轻点，一人150，立马给他动轻点，动你啊！老公的死心一没力。啊，你有走米汉堡？哎，有枪哦，又他是米汉堡专家。世纪啊！这是演哪一出？都儿戏的嘞。你都不知吗？日文的。所以吃下去会讲日文吗？要取款，要取款。我在希望客家界最燃烧主持人，这是。保留哈。60%啊，它像高粱一样。等一下，我用大熊豆哦。加下去。阿姐，呢度係散背蓋哦，我們係散水背蓋。雞腳哦，動太低哦，減毛鬆啦，注意下。啊，你要那幾個有個蓋而已，還跟他不熟哦。啊，馬上俺又吹哦。哪有？哇，哎，長得漂亮又有才藝，單身吧哦。後宴向前，出好菜，拍拍幾件準備好了。哎，到處走沒事。很快是上班你就想吃飯啊？我啱呢，要到古時要特別主持一家自助車會到食落啊。你了我就看見就用料理帶出來的故事。啊唔過呢，啊冇準備飯飯啊？對，好像有點失禮哈。搶飯哦，冇啦，等一下，冇子安用。我們卡了之後再吃那個。我食飯的話等下再來。先來分享到給聶師傅，接下來分享到嘅係安利燦婷可樂師傅。大家好，歡迎。哎，緊跟看到燦婷師傅是會抬價凍飯咯，感覺。還有，還有一個更開心，我們開心果阿鳳哥。大家好，大家好。 6年哦，一家自主獨就給他陪伴。啊，真的，那拜了就有新的菜色。對啊，我看他長大呢。好啦，哎，我也看着你長大。有長小大，長小吧。看着你。哎，大家好，大家好。3號嚟呢，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集咯，風吹嘅係桃園中立嘅標誌露台，分享到嘅係范於晏跟彭文輝，歡迎。太個好，太個好。 哎呦，宣夢，好，我會投你一票，會。來，我們先召回參賽者，他直接要進入導播位置。早下咯，我哋講，韓行熱天哦，更熱情啦，攞住突然灌進埋姊妹檔，記得係連水中，連水拖。來，哎呦。 梁祝都貼片去舔頭那麼呀？啊，有去燙頭髮？沒啦。看我們紅隊這邊又帶了一棟貼片的東西呢。這什麼啊？讓我自家做嘅，該奶做的啦，哈，改咩？你今日做嘅三杯改嘛。這用奶做哎，用奶捏土是不是？讓我們看一下哈，栩栩如生呢。你看，這個是所謂的烏骨雞，裡面是白色的。該地北都還就不一樣哎，三杯改，三杯蓋，哎，錯，三杯，哦，三杯雞，哦，好啦，那今年就不一啦。於晏姐給黑你捏土達人哈，而且除此之外呢，兩位都是很厲害的師傅哦。牛板你講文菲亞哥哦，他非常擅長保養。哎呦，聽說今天會搞睇下要木組嘅保養教學，係嘛？我有來做。哎，你首先去我背腦背手，背手以後，我做 MM 以後差不多10秒鐘以後。 往外撥，用天天的向摸背用來，哎，這個保養那個可以防止老花那些。哦，很好用。這樣我們一般的話，我們自己眼眶這邊自己按。對，這邊很多穴道。對，這穴道都很多，我們可以自己按。可以保養眼睛。拍起來好起來哦，特別是大家用眼過度啊，大概滑手機。對啊，還有老花症狀的，所以真的要多那個哦。對啊，可樂師傅，好不好？因為大家滑手機，每看手機半個小時就要記得，然後做一下眼部保養。對。攬住喲，哎呦，有大線哦。這個做完美姿臉哦，美姿臉哦，美姿臉哦，臉要。 跟摸有每棟香哎，哎，紫蘇梅，好吃，
这食起来哦，还会有这种舅妈的感觉，脆脆的，脆脆的，凉凉的，甜甜的。爽哎，对。这蒜香梅挑到嘟嘟好呢，哎，仲嘛家今日会带俩红好食的梅子莲藕来呢。爱你店红的招牌菜系吗？你系挑价呀？挑价。加新球，哇，又穿下去的啦，吼，係那種主題嘅串湯哦，蓮花串湯，蓮花，所以係一條龍，哎呦，就蓮花嘅蓮花籽，然後還有蓮藕，戳，所以你主要做係蓮花嘅串湯，啊，今日帶來兩本大家選，戳，哇，好，那雪香香，等下將會讓，好啦，阿楊偉發啲嘅兩組呢都係太師傅，都係來自桃園嘅牛兒，馬上呢先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向前變困啊！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當然，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大家準備好嗎？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到底關啲度呢？你要進行你嘅 PK 賽，到底要用嚟比呢？好，你阿哥我考驗大家就係看你用不講，因為大家對客家文化、對客家料理哦，清楚懂了解，所以等下你比賽遊戲規則啦，就係你會看到隻熒幕啊，這個熒幕上面會有冇同樣嘅題目，以實負責內容講嘅，四除咗讓另外一實嘅除咗負責內容看嘅，繼續總共係3分鐘。答對最多題的隊伍得到1分，哈，兩隊各有100pass 嘅機會喲。冇問題啦，以後我們倆先來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好，愛讓你冇事愛後來，好，按你先來哦。冇問題。好，體育配合搶球會。好，撒下來溫會提哥會負責內容講嘅哈。好，大家都準備好了。沒問題，而且我們於燕姐非常緊張啊！T 班有看到在我旁邊的參賽者這麼緊張，所以沒有關係，勇敢才好嗎？於燕姐不要緊張，她超強，對，很厲害。對，只要你答應我，不要吵，不要講話，會努力，但不一定做到。最高品質，大聲講，金條獎。大家準備好了哦，你體育配合繼續開始。叫老師。三張紙，你穿到會去賣出嚟為數。公有菜咧。好，下一題。趕快。三張嗰種係三張紙。你會去炸東西。會炸？對。火嗎？對。炸3個字嗎？三張紙。還有呢？鹽酥雞。你的最愛。你的綽號。豬油。豬油炸。你看我送你一題哦，好，可以開始。嗰種係中藥，你可以而你穿到我點來食的，紅色的。鳳爪。三張紙，你公司哦有嗰種係三張紙的。太鳳錯。唔係，嗰種係有就嗰種係。公司你要做嗎？馬個時間會選，馬個，我做在食咧。做嘢嚟啊，食係嘛？沒做嘢，嗰種係你算咧，跳過，直接bypass。幾個字？三張紙。好。你客家人全都會做嘅，用乾嗰種嘅。你嗰啲倒算30秒。嗰種係種嘅。唔係泡菜，三張紙。用長長嘅嗰種咧，動態啊，可以周吃的，做菜，做菜嘅，做吹咗出嚟，上頭停得下東西。對。哦，跟開頭菜。講菜，太長咧。老闆咧啊。如果我很矮，別人會說什麼？你矮。冬瓜。三張紙。挑千人手。太冬瓜。客家英文學的。太陽冬瓜。哦，倒算了。哎呀，三個字。三張紙，嗰種係。你做一隻。三張紙。冇耶。煙梅子。金梅耶。走心。風吹到3分鐘，第8度哈，答錯嘅題目係3題。好。等下就看下冷吹嘅表現了。
好，等下攻守交换过后，男吹准备好先嘛？好，没问题。我说大家好，计时抢开始。开始了。你总该总爱嘛几多加十？两杂四。廿秒。唔係。你去，還有一個一路嘅，下幾天，幾多加十？兩雜，我做計計，廿碼全部險係腳計物計啊，動態糯米飯，糯米飯，下幾天？你當會做個跳舞幹嗬，韓國空肉，韓國物計，幾個字啊？兩雜四，拍計啊，幾亂，不行啦，亂拍，滷蛋。對好。幾多加十？4雜四，你迄個一克成有冇？唔得吧？迄個買個，講一些他那個。細個個個呀，4雜四，4雜，拍個，嘿，4雜四，剪起來個東方絲啦，黃個有冇？4個字。你是老闆嗎？唔是老闆。細個個。呢條聲要講解兩雜四嘅錯嘅。嘿，4雜個呀，拍個。跳舞，係兩雜跳舞，百葉豆腐，唔錯，雞蛋豆腐，你總該不要給你提示排骨有冇？豬排，3雜四，沙茶醬，唔係3雜四，4拍起來啊！下一題，好，下一題。你總該牛有冇？你大把係咪叫蒜頭啊、辣椒啊？又是那個。糖醋醬，糖醋肉，兩雜四。臭雞汁是。蒜頭啊，辣椒。好，下幾題。你大把去菜市場買個兩雜四。乜計？下幾題。你迄個有買1、2個有冇？一直那個。150條，快嚟！你要動經典，150定嘛，敢動經典，更厲害。你老公的死心一美麗。啊，你有做米漢堡？你笑嘛？他是米漢堡專家。啊，今天代言人失敬啊，这是演哪一出？你大把去菜市場買個兩雜四。乜計？凍醬，150條，150條，150條。這麼貴啊！蓮霧。下幾題。你完全不要講話。幾多加十？pass。下幾題。你迄個有買1、2個有冇？一直那個。150條，快你懂會煮雞有冇？你很會煮的。強的按太條，你大概係我老公煮雞啊？你老公，你炒雞3雜四，皮太糖有冇？公園全會煮雞。花生糖。沒有。還有一種，兩個雞。3、2、公園豬。1男100公園豬。你老公每次煮的菜呀？梅桃姐，你要動經典，150定嘛，敢動經典，更厲害。你老公的死心一美麗。經理都厲害，太有默契的姐妹了。來，口休息好了，來，先過去一點點。太厲害了啦！真的，因為我們是表兄妹，你們是親姐妹。哎呀，一出生就認識呢。對，真的太厲害了，1斤150塊的那個什麼？100麻辣。你還有一個韓國蓮霧，大概你看看煮菜咖咖嘅，香菇啊，香菇。算是啦，不出啊。不，瞧，動力啊，動力。不出啊，我總共幾多題？3題哈。咩啦？3題就8題。好啦，嚟到先普及哈。非常嘅明顯啦，咱除到兩隻配合的都係熱粉。有意。所以按用計句式就係講，看應用辦公，咱除讓咧。恭喜。好了，沒關係啊，哈，稍微先來喘一喘。他們要喘，才要喘。你咪係叫用體育館嘅 PK 賽，南區得到1分個3好了，可以係叫乜嘢可樂主廚帶來乜嘅好料理，我來老太自家分享咯。主廚素滷菜。
对啊，新嘅一季啊嘅单元当中呢，厨师除了教太清啊做菜以外，太清还认真堂哦，因为等一下还有随堂测验哈。好，先来问一下你可乐主厨给你带来的菜名係乜嘅？因为按照塔可泡，好可爱哦。哇，很像宝可梦。哎呀，那想问一下，跟东欧跟这可跟可乐有没有关系？就控制。知道，冇啦，意思嚟講啊，塔可係一個香料啦。哦，啊啲係上法係用從人哋漢地度嘅滷肉飯。啊佢係來自日本嘅沖繩嘅塔可飯。哇！啊要用哪種嘅食材呢？哎呦，呢度裡面有用嘅豬肉。快速的為大家介紹一下豬絞肉，哦，這樣。保熊吼，我不正常來講，墨西哥料理係條。烏條啦、蒙條啦，係幾種系列啊？因為吼方便大家是嚟買，啊你裡面吼加較特殊嘅係塔可嘅香料哦，啊同你啊，啊你先批看看哦，你喺個美式嘅大賣場都買得到咧，誒，你係咪做啲烤肉撒上去咪？哦，好，還有哪種咧？還有那種雞湯，係，啊啲吼，係你哋 Doritos 吼，你冇買的啊，係增加嘅口感。這個不幫兔妞會當初有東西啊？你啊，啊要噴塔可噴的噴啊！哦，這不是我開場那一碗吧？哎呦，嘿，就是開場那碗啦，咩冇困難啊你哦。還有加紫米係冇？因為啊，人家做咧吼，聽人要講挑磨同埋，哦，我哋係用轉換的方式，用石骨飯。你不用說，按鈕都健康啊。聊聊可樂主廚，體質白係冇？可樂主廚體質白嘅呀，吼。還有體質白，你體質白可以煮菜呢？對呀。有。一塊是黑用，一塊是。我以前做料理，我其實係做外場嘅啦，服務生啊。哦。我感覺外場都係當引導，從。當引導，係當引導，那冇啊。當引導係真的不一定要像博謙這樣，因為標準有點太高了。它的標準是錯誤的方向。因為是這樣意思啦，冇嘛零用錢啊，啊冇東西好食，啊可以去餐廳打工，啊我慢慢都變外場同地度，內場向下做到。哦，讀書係讀餐飲管理科，外場同學地度哦，只有應該一兩屆要做主廚。哦，啊我以前都慢慢做，啊本業欺負哦，馬上誰欺負？你要幹嘛？你很熱。等下都唔講。對啊，同業嚟咯。唔看咯，我同人講法講到唔記得啊。係，唔做對興愛。唔做興起停手啊！我俾杯切啦。唔看啦。我知道可樂主廚呢，基本上也給客家話係慢慢的情都轉來，所以客家話其實講很好，而且很努力。看不出來，聽不出來。哎呀，今年的老客家話情轉來，對不對？嘿，我們可樂師傅啊，你主要做菜是哪一種菜系的？像我們徐師傅他的那種月子餐，還屬於薩皮耶。哎，那你是做西餐還是中餐？我是從創意料理，對不對？西餐開始，而且媽媽不用跟玉米粒哦。OK，那講回這個塔可飯，剛剛有講都是 Okinawa 嘅特色料理，那是跟以前美軍在那邊有關係嗎？哎，他們駐守在那邊，所以說因為他說他們的料理之後，原本就剛剛有提到啊，他們原本是tortilla跟那個大狗，就是這兩個的澱粉質在使用，但是在日本，跟到就改成pan，你慢慢不用個番茄醬。大家應該唔少食過，啊用個醬哦，塔可醬。有。有哈，哦，它一般那個不用料理下多，你不用番茄的係嘛？不用番茄咯，不用番茄，我考題目咧。哎呦，係啊，那 tomato 就是用慣嗎？我來啦哈，有關嘅 tomato 嘅敘述哈，大家哪隻係正確嘅哈 ？A 細隻嘅 tomato 係大年地頭強下食，哦。B tomato 係水果，細隻嘅 tomato 係青菜。C 地頭皺皺表示金摸拿氣，哦，答案係 A、B、C。好，你下。其實係 D 咧，因為大家一聽動詞總是西窗啊，你頭該 tomato 係時間，對不對？用看的是 D，哪家係氣啊？冇氣。你不要再反指標。來，紅隊到藍隊後，先來猜拳，我就最中間，待會跟我們說剪刀石頭布的時候再出拳哈。剪刀石頭布，好，溫富儀睇過。A 細 tomato 係，我大點地頭向下射係正確嘅。A 你攬水上嘅線。B tomato 係大嘅，
你认为是水果，谁家嘅 tomato 你认为是蔬菜？好，我们风水上嘅上嘅是 A。确定哦，我公布答案来哦。答案是 A。我做乜嘅呢？嘿，迄洗晒嘅 tomato 要带着该地头向下洗有无？洗 tomato 卖转洗一摇一摇，只要记得2个口诀：要吃再洗，哦，连地头一起洗。主要因为如果先把地头那片，在清洗的过程地板可能又该脏水又要是会顺着地头那边流进果肉地板，还会垃圾地板走到哦，地板地板。已经会该脏水啦。果然是文辉老师啊！不要忘记他是养生达人。来，王一呢？走开嘛！哎呀，公平了，放了，那天天真的很可乐呢，天天又不用塔可，好，同个辣椒粉，辣椒粉，我们会辣嘛？你说辣，哦，还有个 cumin。 Is that English? English， 几个字？ 3个字。3个字。啊，前面一个字是乜嘅粉？孜然粉。哦，孜然粉，对，就放这个3个，因为它的元素底度有孜然粉，好，然后有红椒粉，讲墨西哥料理底度有洋葱粉，酸头粉3种组成的。 塔可粉都会真多香料冰香下。啊，你辣椒没做得改 Tabasco 吗？辣椒是的，做的。只要元素相用，不卡有乜嘅东泉辣椒酱哦，这种你像不用乜嘅装饰的。看那个他跟阿妹妈妈哦都会自己做辣椒酱啦，本身都是小辣椒。嘿，懂辣。你看你慢吼，啊用啲。 配糖、鸡汤、乜嘅糖裝飾的，蔬菜湯、葱油嘅乜嘅香菜湯乜嘅裝飾的，吼。這什麼水啊？要乜嘅水？偏開拍鮮魚水，就勾芡用。開拍粉。本上吼，人家當熟當漂叫定型。啊，你個磨勾芡吼，等下都不散皮。這樣子吃下優雅，係嗎？係。像貴妃一撮。如果乜嘅節日啦，吼，啊，你結婚嘅時候都是在做下醬，啊，食皮受甜受。哎，受做乜嘅？冇啲冇先，要頭半用咧，要頭半用啊，嘿。 挨磨啦磨頭啊，讓你小改一下嗎？唔是，咁我見阿媽媽就好咧。哦，前面做腳啊，多對啊，按容易哈，還有鏡頭要翕到啦。哦，謝謝，唔，逗哏跟捧哏啦，看過，謝謝。啊，你要看，沒有該壓模器咩？啊，冇錢啊，冇錢，還當上賣哦。他剛剛就像那啲社區街豆腐啊，啊，你還有做米漢堡嘅嗎？有搶，啊，你有做米漢堡？哎，有搶哦，有搶哈。哎，你就下一拜。他是米漢堡專家。啊，今天代言人世紀啊，這演哪一出啦？好啦，又時間了啊！好，趕快做係啊！快轉咯！啊，快轉，好，快轉，好快。你有冇好定型咧？哦，啊，你家有限的時候，有限的時候，你 Doritos，哎，人不用。這什麼口味的？呀，起司做的西康的嘛？做的咯，不像西康，不用3雕的，其他都是，其他傳統意思啦。這身為台灣人會沒吃過嗎？你啊，啊，勾芡那樣。 哇，有梅湯嘛？有哦，叫它豆雕變花煎嘅。唔會，應該冇講啊。如果再放一個漢堡排的董詹貝，還有 cheese， 其實有點像早餐店的那個蘑菇醬。它是沖繩的，沖繩的蘑菇醬，沖繩的早餐店嗎？可以嗎？啊，可以。大概有問題嗎？冇問題。師傅做嘅同學食。 一聽嘅啊，一聽。大家有去過 Okinawa 嗎？冇。今天讓你去。對，我就已經到了。係啊，他們是賣機票嘞。哎，挺優雅。不可能省成這個。啊，用擺很有擺嘅，擺叉叉。因為做得，你希望用擺裝是的，或者擺愛心嘛。做得啦。叉叉嘅凍旺，等下做得擺嘅 tomato。哇。哦，按鈕。 哎，都香煙呢，做料是。那第二，你這料粉要搭配倆向下洗的，係嗎？要薑母去包。
没啦，噴毛啦。如果像眼卡血木卡，你噴毛啦。是病，是病嘅，對。哎，所以兩套出來係本來是要加香菜係冇？嘿，因為墨西哥料理當做香菜、酪梨、洋蔥，就是沙沙醬，我就講嘅番茄喎，啊你蠻好，那就，對。哇，見證奇蹟的時刻，係咪啊？可樂的塔可飯，按樣就好食咯。都美味しい嘞。所以吃下去会讲日文吗？来吃款。我在说啊，客家界最燃烧主持人这是。保留哈。60%像高粱一樣。等一下，我用大熊豆哦。加下去。阿姐，那個係散步一蓋哦，我們可以散食步一蓋。是雞酒哦。他現在可能想要給它收汁啊，收汁啊。對，收汁，不能兩邊都是湯吧，對不對？對，我太大。好，先來種茶，謝謝可樂師傅帶回你嘅塔可飯。嘿，大家看下來吃食看下咯。哇，是都可以感受一下Okinawa的風情哦。哦，1秒出國嘍。好吃。都美味しい嘞。所以吃下去會講日文嗎？來吃款。哦，我在說啊，客家界最燃燒主持人這是。保留哈，搞不我付費給你，好不好？廢話要剪掉。哎，真給你吃不太好吃嘞。文慧大哥覺得如何？好吃，真的好吃。有試過兩米雞嗎？沒有，唔知哈。叫我剛沒懂好啊。第一次吃。哇，攞門看一下，咱處理一片阿姐哦，去到師傅做兩頭菜，怎麼辦？但好吃。日文怎麼說？我不會講。おいしい。美味しい，真正好食哦！我們現在用食過來木頭，我是用過盤，然後邊個，還走在夾空下呢。而且那個醬真的很厲害，真的很好吃。如果有好的女生推薦給她 OK，好不好？沒問題，係啊，冇問題。我講一下，不過講一下，來，專業俾夫人來分享。其實跟大家說，塔可飯哦，它有很多元素去加入到裡面，譬如講，佢想做法是上街，應該對大家做意大利肉醬嘅上法，就加了塔可醬，然後孜然粉做起來，真緊凍好食。真緊。係啊，其實對師傅來講吼，佢看一套料理，他也可以結合自己本身的特色哦，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像我就會加意大利麵。哎，辣辣的。對呢，創，包一包真空包。係哦。謝謝。可能對當到客家媽媽來講，佢老要爆菜爆咧。太濕了。好啦，因為你喺係家料理嘅節目哦，佢會提倡一下大家等下會備選。不過先公布一下該下嘅先節就係越比越係哦，風比來享受。好，故事等於係講最尾一關就係決定勝負的關鍵咯，大家要加油咧！馬上來進行最尾嘅挑戰。家家出好菜，兩嘴就等只聽嘅題目。第寒天嘅時間，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無論係傳統嘅，也係創新嘅菜式，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第一關呢，我都家家出好菜，不過今日嘅挑戰有一些嘅冇共用哦。哎呦，你要來自聽料理。哇，指定題呢？好，我就會先來請。好，來啦。哎呦，三杯雞，哎呦，三杯蓋，冇可能，因為記得一開始是都出三杯蓋，是出三杯蓋。真的耶！所以他端什麼就烤什麼，是嗎？冇啦，OK 啦。是不是有小錢？沒收太多。三杯雞比的是什麼？三杯跟雞。對
对啊，我说真的，因为呢，它干净的鸡肉都没穷用，好吃哦，所以大家要比这个。而且有些是腌鸡，对不对？对，是不是3杯比3杯跟鸡？还有奶散不也没毛穷用。对，所以是不是比3杯跟鸡？确实啊，如果待会输的话要罚3杯哦。我就怕你输。啊，散不嘿奶散不，让大家分享一下。麻油、头油加切加叫为米酒。切加叫为米酒。这个真的先掌声。刚刚要给切点才没切加中的吧？嘿，切加中哎。而且我发现旁边还有一个，你看那个果子，待会再去了解一下。应该是葡萄的 baby。等一下，因为那一定有健康的原则，都要搞毕业。最不会迷一关呢，跟他前不会平手哦。大声告诉大家，有信心吗？有，哇！台上压力來咧，壓力來咧，來看下攬出嚟一片散貝蓋，用嘅係奶散貝，還有個蓋嗰個部分，然後小改茶。雞沙茶醬，老雞跳油果，韓國米酒。哦，所以他們的散貝其中一貝係沙茶誒，我是沒有這樣吃過。廣東人當然。廣東人，真的哦，廣東菜啊，廣東菜。廣東人嗎？哦，愛香煙啊。廣東沒線呀。南部。哦，南部啦。那蓋牛的部分呢？愛自家學會給你。自己養的先給分，因為有感情。有。自家學會土雞。那這一隻叫做什麼名字？小黃土雞。哦，小黃的，冇名啦，係啦。土雞肉味。所以按用冇窮人的做法哦，做出來的料理，最每一罐呢，家下係享受哦，有信心冇？有，加油加油！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馬上嚟倒數3、2、1，搶開始咯！沙開始。散貝蓋其實外面做嘅時候，蛋上係頭油甜甜嘅，米酒美酒，頭油膏，係溜溜嘅頭油膏，最簡單就口內按用先哦。討論睇睇緊3比都還有，來看看我們這一隊咯。好，來，王輝大哥，洋洋姐，雞肉先懂真的，我好奇，先問這個是什麼？叫什麼嘅？龍葵草還是？那是龍葵子，這是小時候吃的那個，提升免疫力。哦，提升免疫力。對。哎，可是等下，我先問一下，為什麼你要混6包啊？係啊。這樣不是當然會沒有味道。一片接一片的別解，對，姜嘛，熟富合家啦，等下再結合起來啦。對，結合等好。但是這個一定要有別豆，所以你慢慢讓它等，你不用一直動它。對。哎呦，反應哎呦，那麼個東西。這是什麼？沒有看錯吧？這是嘎自煮，馬上看嘞，買走哎，你開了，哎，這樣。哦，這麼個是。先看這邊，一嘎自煮，一嘎自煮，兩道邊呢，也係乜嘅？雞絲公的夾青皮，也係兩種夾皮哈。對，馬上俺又菜哦。哪有？哇，長得漂亮又有才藝，單身吧哦。那走在咯，那走在咯。好讚，好讚。而且那個字很漂亮，是書法字體耶。而且不要忘記咯，你還有七家叫嘅啊嘛嘅？米酒，米酒，乜人叫嘅？切加叫咩？你叫嘅？就是你本人。切加叫咩？凍濃吧。特別的濃。係啊，凍濃。特別濃。還有香嘞。冬香。你師傅，你為什麼？他要吸管，他要吸管，你要吃醬令呐。你這是我們當中酒精濃度最高的。60%，所以它像高粱一樣。等一下我用大紅豆哦。一定要啊！我們客家人吃雞酒也好，麻油雞也好，全酒加水的是什麼？蝦醬。好，我們大家都再來咯。改片咯。加油哈！好，莫必出再咯。哎，我們這邊也幾香的嘞。清香哦。哎呦，哎，你的小名長得很好呢。用它小一啲嚟。哦，你有給他飲食控制哦。所以你別個姜嘛係用乜嘅油？兩萬個油。沙拉油，做乜嘅會電價沙拉油呢？按別人唔臭味道。唔係還有點係乜緊啊？可能叫麻油或唔開啦。因為麻油的什麼是燃點嗎？燃點。但是只要沒有浮菜就好了呀，不要話不用講那麼快嘛，我們也可以掌握得很。因為佢家下改片炸得好豆豆，所以我覺得溫度唔會迅到按加。
养鸡秘诀请公开。爱没肉的人免爱肉啊，爱冇安厉害。哦，还有熊鵝呢，鹅啊，嘿鵝。对，桃姐，我好像从头到尾没有听到家常音呢。有啊，你没看玩游戏的时候你动搞啊？对，佢都排泄未唔講，一籃，佢都排泄唔講啊。做點啊？你龍啊，不卡啊，是有龍雞妹係冇？冇啊，新意界，新一代热金钗啦。啊，都这么漂亮吗？名字大概嫌你。那八个都这么漂亮吗？对呀，还有更漂亮的。哎呦！啊，根本要做嘛个我排春去两沙来做代表参加比赛。佢也慳呐。啊，做嘛个上讲散步一概我用沙茶呢？我吹不下竹槍不愛用竹呢。真的哦。我都愛食cái沙茶。那如果我假設我介係米醬算散步一概嗎？没错对了，基本元素凑是凑的，基本的元素。哇，你看那个姜妈落去。我這個愛食沙茶我就不用啦，我記得我會冇愛用竹。太小啦。這個係波卡係沙茶，給三杯雞啦，係啊。好，我們大家都再來看哈。剛才說過了，加水的是邪教沒收。可是是不是一家？沒有啦。它個基本已熟啦。可以啦，可以必送啦。哇！各位觀眾朋友，師傅吃了再說。好，不要被自己的成見狹隘了，好不好？觀眾朋友，你哋下吼看得到食唔到排泄啦，排泄。揉一些糖，係嗎？哎，要一定要燙，那個顏色會比較漂亮。哦。那要不要攪一攪？唔係，應該啲準備係調咗個眼度啊，出冇度。摸。梗係調咗個係嘛？哎，哦，它現炒松子，哇，好多炒豬過。炒松子要加油嗎？不用，那是烘焙而已。你那個培會真 OK。沒有這麼趕啦。係啦。拿到呢？應該講下前面就幾下預防。還有酒後加3杯，我們現在都加下去。全部啊！加下去。真的是。安冇像我們麻油雞嘛？有徐鐵豆咧。你要想喝湯也可以啊。哎，阿姐，呢度係散步一概哦，我們係散食步一概。對，不是雞酒哦。用開啲吼減冇熟啦，注意下。啊，你要那幾個酒嘅蓋恩，你還跟他不熟哦。真的是，安冇像我們麻油雞嘛？有徐鐵豆咧。你要想喝湯也可以啊。哎，阿姐，呢度係散步一概哦，我們係散食步一概。不是雞酒哦，不是30杯哦。需要加水嗎？要。你也照也長得散步一概嗎？沒有。它這樣酒可以揮發嗎？會。它給它不 hip 的，讓它整個吸住味道。對。扒住那味道，一口吃下去都是米酒味。讚。我試試看這個其實講食材，兩種嘅散步一概。冇用中到啦，冇用中夾。鬆下去加分。我必須先說，你冇看過冇代表記得做唔好，因為我們永遠要勇於創新。韓國錯。而韓國記得看兩家應該是取得不動用性嘛。要把它放在心意裡。這個喝多久啊？就來的時候才磕的。啊，你在路上車上磕的？車上磕。這麼晃你還可以磕啊？是啊。車上晃到這樣子可以磕到這樣也不簡單。你時速應該15而已哦。15慢慢開來的哈。拍謝。我們三杯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很少喝過四哥呀三杯雞的頭沒做在裡面哦。攪拌。跟剛才的塔可飯一樣。加麵線。3杯。你想要把我們灌醉，對不對？對啊。哦，對哦。這樣才我們的好。好，你剛剛都做進來了哈。哇，兩片嘅哈比較了解一點，比較呢，他強，他強。影響懂哦，他就我心目中相反。沙茶煮雞除了散步一概，還有嘛個其他的菜色或發展？超多的。沙茶鍋啊，沙茶牛肉啊，還有香港的很多包菜啊。包什麼包？有沒有杏鮑菇哎？讚，你好聰明。謝謝。你怎麼用杏鮑菇了？我都愛心嘅。哦，先嘛該是不用嘛該啦。冇啦，電腦要嘛該不用嘛。冇啦，其實叫我做麵頭啦。係對。哦。會做麵頭。哦。聰明哦。哇
什么冻酱哦，又酱。哎呀，等下做啲本嘅汉堡菇煮到又掉会出水啊，那是如何嘞？该不会一家种呢？俺一家种。阿妹，系啊，俺妹种诶。哦，阿妹冻完。俺妹种诶，俺摸纳豆跟买。纳豆跟买诶啦，俺俾我茶档磨啊，可惜啦。哦。9成他把西煎熬干嘛？哎，快要熟的时候。所以现在是还没快要熟。他现在可能想要给它收汁啊，收汁啊。哦，收汁还没，还吗？不能两边都是汤吧，对吧？对，我太大，你可以不要舀汤上去啊。香太低吼，姜冇熟啦。係啦，啊，我要注意下啊，你要那这样有个盖恩还跟他不熟哦。冻熟啊！我就看你大家怎么吃得下去。我是敢吃啊，但他可能会有感情。不用那啊。嘿，好，那是长豆了。长豆了呀，係啊，不用長豆了。我們再去紅對一下啊。那就孔蓋片。文輝大哥，我們等下不一定要把湯舀上去啊，我不知道我們就把它讓它收到一個程度。恭喜才記得有什麼凍好款哦。我們的顏色真的很棒，我們的有藝術天分。這一鍋真的很好吃，我說真的，而且這個滷汁哦，做的不用，可以全部不用黑啊。他是不是想說最後留1、2個擺上去好看？不用一直弄它，那個這樣才不會形狀會變醜。哎呀，按用款記得有概念是地凍軟哦。我們的肉看起來超好吃。好啦，我們先去倒數了，好不好？夾子，怎樣？天從馬上來倒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試測看下最杯面一罐哪部卡嘅三杯雞較好食咯。前本期卡嘅獎賞，散步帶。但是俺兄公啊，都當有團那個，我覺得團那個就米卡蟲應該就是我們的吧。哎，看直接吃沙茶味沒走對啦。這個外面這一排是紅隊先的，哦，對，紅隊啊。哇，好 Q 嫩。這個豬不用落去就會本來跟肉質很看軟嫩。我還有兩呢，還沒有哎，好，不應好。哎，應該是給有心人士的專輯女歌手唱吧。好，謝謝。哎，真挺懂咪咪耶，說真的，你沒看到不難撈到，有沒有看它水它桶對不對？哎，其實它吃起來剛剛好，吃起來嘟嘟厚，而且裡面有肉味啊，給桶肉，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油亮亮的？嘿哦，非常的搶顏色。我提咗計食聽呢，我第一個吃了。叫我媽係拿來白用嘅，拿來食。哇，兩位阿姐食得沒凍家哦？你覺得給對方有什麼樣的好吃啊評價？好吃，一定是我們的更好吃。係嗎？好，我再用沙茶來試看沙茶版的散背蓋。記住紅隊的美好哦。哇，冇重樣，冇重樣。不過沙茶。我係中意嗌兩片冷脆嘅，因為家下嘅梅頭可能我要食過兩片沙茶，哎呦，全新體驗。因為我們這一般是都有落沙茶醬嘅，那個三杯雞。冷脆又加漢堡菇，兩點做得加分，因為正加嘅豆水多汁的這種體驗的口感。大家好，食太子嘅時候，觀眾朋友就請非常嘅想話啲多大師傅按用版評分哦。剛下全部要講到一下南水到風吹呢係熱必熱咯，現在嘅時間到咧，風吹搶半倍數。哎呦，5分，幾分？5分，加起來係6分。好，我們差一分，嘿，就係滿分咧。差一分料理就是滿分了。來，兩下冷水還是非常多嘅記分喲。搶款師傅藍隊請給分。啊！哇，都是呢。師傅，可樂。先講兩片。好。呢片我因為看了係見到，冇當好食，我見到變糖安尼。唔講開起來撈到冇好食。係開始我感覺一煮幾少嘛，同我媽媽煮差唔多啊。但唔講我會驚佢冇煙味，但係煮，因為要過濾呢個動作，我哋感覺啊，得加強咧，妥當咧。啊呢一片唔係講冇好食，因為人哋主題係乜嘅？散背蓋。佢學點樣靠沙茶料理嚟講，真好食。哦，係冇唔錯。因為我哋講，3杯雞，
啊，三杯鸡底肚有加沙茶，咩唔错，因为咱广东菜底肚嘛有加了，系啊，沙茶。啊，你讲我习惯讲台湾料理来讲，不合我心目中的想法，所以讲我用呢个方式啦，唔係講模式咯。係啊，應該係講應嘅想法，講應想嘅中意嘅口感係冇強用啦。咁個鳳哥有冇強用嘅想法？我有本紅隊很多本嘅想法是講哦，其實兩片只講東南片。沒當模式，是正常用翻3杯梅頭，兩片做到又出來。哦，啊兩片前面凍大餸嘅地方係講啦，你看佢薑嘛、蒜頭、雞肉全部都逼到凍河，是正常用翻嘅。你係加3杯，會調會加3杯比例，你把到加沙茶醬做得表，你沙茶醬更給提味道，給梅頭是有的，是嗎？正差到也是那種小細節。對啦，我覺得厲害，真嘅。因為國家嘅就像烏卡嘅記住，大家都有政策嘛，嗬。嗰時候咧，國家都有自家好食嘅味道，甚至已經出來，馬上出來頒獎咧。成績已經出來嘅，彭翠得到6分，藍翠得到4分，先來恭喜彭翠得到3000元嘅提名嘅加菜節目。恭喜恭喜！不過老風水講家派寫的哈，因為根本嘅力不動火，你係手持料理機，含有盔甲不鏽鋼道具組，兩家都係2-6嘅。好，來。恭喜，謝謝。好，先來談一下文飛泰國係你哋拜嘅保養大師，新店用嘅，唔可以帶到入面嘅，好，幫你拿下一點，然後大家分享一下。當飛起啊！人家當緊張啊，師傅嗰種係做實驗，冇嗌嗰種按摩。他很在意說身體健康係最重要嘅。有樣。係啊，安子生，于燕姐哦，下擺要來參加喺新店用班，用日本話嚟睇講。冇聽咧。新聞倆一家自主的自助單位，本來你倆哦，按樣演技嘅演就倆只機會哈，再三感謝，除了感謝之外，還係感謝。哇！謝謝你們來啦，用聽知識嘅，其實哦，今日來要分享有冇卡好米事啊？你看啊，有冇卡60度啊？有神煙米就全部不用落去煮，好嘅麻油雞。冇神咧，麻油雞3杯雞啊！不過吼，睇過今日嘅節目當中哦，大家熱情非常嘅感觸會出來，就呢兩姊妹嘅感情真經非常好。今日阿姐攞大家分享一下，有冇感想？希望你啦，有本來到了總嘅機會吼，來了參加了一家之主。啊，真嘅感謝你哋。是托阿姐攞大家分享一下。天拜六，當建裝，唔是上過天氣哦。唔是。不知道這麼冷哈。我係當冷。係新聞台一家，啊新聞工作人員、主持人，哦新聞伊。新聞，兩姊妹哦，今天上到場節都一發強用。韓國依家係咩要講？還有8仙女都在練等啊，強下來上節目，我們繼續分享連家好味道，好冇？新聞，謝謝。一份感謝你是嘅參賽者，叫下來到節目當中帶來按到按好嘅料理，特別有關嘅3杯雞，睇起來一定要行下地地個，都得我用來料理嘅哦。係啊，看到你一下嗬，冇人願等你啦，實到你報名參加，你嘅熱家之主哦。歡迎睇次架來到你節目當中分享有冇卡嘅好美食，等你來哦，你下禮拜再見，拜拜。